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中史科嘅余振騰老師。今日我想為大家推薦一本書，書名叫做《中醫不切西瓜》，作者係李宇銘醫師。呢本書嘅內容同我哋學緊嘅中國歷史同文化息息相關。書入邊用咗一個好有趣嘅故事開頭，有一位病人因為頭痛去睇中醫，最後連佢冇講出口嘅牙痛都一齊醫好咗。呢個故事好生動咁引出咗中醫嘅核心思想整體觀。中醫睇病唔係當身體係一個孤立嘅零件，而係視為一個環環相扣嘅整體，同我哋中華文化入邊天人合一嘅哲學觀完全一致。另外呢本書亦都以歷史嘅視角澄清咗一個重要嘅誤解。作者引用咗2000幾年前嘅《黃帝內經》，有力地說明咗中醫早喺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同巫醫劃清咗界線，亦都令我哋明白到中醫係扎根喺深厚哲學同實踐經驗入邊嘅一門學問，而絕非迷信。無論你係咪對醫學有興趣都好，呢本書都可以令到你更加立體地認識到我哋書上面提到嘅文化精髓。我誠意推薦俾各位同學，希望大家會鍾意。多謝大家。